那所以呢，就如同刚才所讲述的，就是如果我们了解上述内容之后呢，那结合事例来做说明的话呢，就假如说被持为燕因成立有燕山上有火的直接所立法，亦是燕之因的同位所在，又是燕因成立有燕山上有火之三支，就是呢燕成立有燕山上有火之果正因的现象。那这个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我们所安利的论事呢，就是有烟的山上有法有火，嗯，因为呢有烟的缘故，所以呢就是它的直接所立法呢就是火嘛。那这个火呢，它就是这个理由就是烟的这个同位，就是烟之因，就是把烟呢安立为这个原因，安立为理由，所以它是烟的这个亦是烟之因。这烟之因就是讲说它是烟的这个因，因为烟是果嘛，所以火是因，所以它是烟的因，所以它又是烟的因，然后呢，它又是烟因，就是烟的这个理由呢，能够成立呢，就是有烟的山上有火的这个山支。那这个呢，就是烟因呢成立有烟山上有火的这个果正因的现象。他迪囊了了，卡里长嘛说，萨腾给开学季，迪囊了马长人就马里的卡里了嘛说。在这边所安立的这个理由里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哪一个条件呢，并没有被写在里面。嗯，这个里面迪了嘛说，主大洋的的给这题。哦，第一个是这个没有主大洋的了，卡里那个呢？这拉斯哦，主当大吉拉斯成立正因，成立成立对应这个里面没有用啊，所以就这个一定要。且上第一，阿里主大洋的拉索困住。拉斯，哦，好，谢谢。但哦，这大洋的，实际上主大洋的是下的那了拉马说啊，那他的讲了呀，那边去夹啊，这个人多你夸的这差的，哦，对的，嗯，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所安立的这个现象里面呢，我们只要记住呢，就是它的直接所立法呢，一定要是成立法。哦呀，对的。他土也当机，他土点啦啦没有把猪背给这大样的给意思，不是。他这大样的了，也我的啦，安尼你把也我了啊死，用猪给这大样的，用送猪给这大样的，举起猪给这大样的，举开把猪给这大样的，举起切包给这大样的，我有死，哦都是嘞。他顶昂个啦，你个顶昂个了呀，你只làm那这个的，他顶昂不顶个，只当他顶昂不顶个了，这当样的个，一出你去玩的，那么这在位让给告诉，在位告诉点不点了呀？听着了，看见的就被这当样的当。听着了，那么你是就被这当样的是你写个样的，对，那么这在位告诉被出给他这个点不去查个样的。其实第一对人听着了，那么你是听着了，差不多的就会这大样的，当听着了，那么你是就会这大样的，我都是下个月的，我的，嗯，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讲到就是果正因呢，它又分为5种，就是假如说直接成立因的果正因，然后呢成立因先行的果正因，成立殊因就是殊胜因的这个果正因，成立因字繁体的果正因，还有比度因法的果正因。那虽然说呢，在这里呢，就是分为5种，但是呢，在释量论里面呢，它在解释这个古声音的时候呢，它其实呢是分为2种。那第一个呢，就是同位，分为同位的这个同位分类的果正音。那还有呢，就是片同位的果正音。你譬如讲了提过啥的呗，哦，你们这就指哪呀？这是哦，给定了，嗯，给定了，第 I 第 laptop 的能的，laptop 的能了，哦呀，laptop 的呢，看见的能的这，它的总体，嗯。
passport करा ये जो करा密码是什么呢？一九 meeting Recording in progress. 我写아튼조라 남니스 주베다스 어두스레 那时候 다 튼조라 캡주도 주베다 송사임베 다가랑 我来举了一下，以前那逆谁呢？看逆送的人， 어디래 남니 장가니들에 남니 장가니들 어디래 就是呢，在释量论里面呢，就是它又分为了两种，就是果证因。那这两种果证因呢，就是讲到说，于同品片呢能骗的果证因，还有于同品片呢，就是有二类的这个果证因。哪首理解？ 나디래 당보디기 된다데 디래 강송의 의기 줍지 최대이나 줍지 최대이나 대다양다 시샤체 강송의 의기 줍지 최대이나 다대 이수 캡거든나 될라 이줄라 캡제도 주베 대다양다 스고 在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到说，就是于同品片呢能骗的果证因呢，什么叫做于同品片能骗的果证因呢？就是讲到说，他所持的这个直接所立法呢，骗是这个因的话，骗是这个正因的话呢，那就是于同品片能骗的果证因。再讲一次哦，就是他所支持的这个直接所立法呢，周骗于是因的话呢，那就是于同品片能骗的果证因。어디래 다디 튼조라 캡제도 주베 대다당 튼조라 남니수 주베 대다스 어디래 다 튼조라 남니수 주베 대다스도 대다양다 시샤기 때문에 강송의 의기 줍지 최대이나 다대 임베 마캬바이요나 아니 가르쳐도 그래
大的音被马恰大的音马恰那아니 튼조라 남니 수주베 다양다스 남바니 라드 남니 스도 구주가래 루제 최대이나 다데 잉이지에 마이긴지 니여바 인자 아니 다디 남니 수주바스 어디라고요 那第二个呢，就是与同品片呢，就是二类的这个果正音呢。那什么叫做与同品片二类的果正音呢？那就是呢，它所设置的这个直接锁力法呢，不周片是这个音的话。不周片是音的话呢，就是与同品片的二类的这个果正音。那为什么叫做二类呢？就是代表它所安立的这个直接锁力法呢，就是有周片是音的，也有不周片是音的，所以就分为二类。所以把这个二类呢，直接翻成不片也可以，就是与同品片不片的果正音呢，就是直接这样子翻也是可以。现在呢，他得了，通常开始就被大给信息开始送过来了呢。투텐라라 주주 토행오주요아레스 카르스는 도와도와 슬람나 토행오주요나 도와요고 그랬어 토행오주요나 도와요고 비긴세 카르스는 토행오주세네 도와라 때네 샤고비요아레스 제가 도와라 때네 토행오주 민다인자 토행오주요나 도와요고 그래 근데 투텐라라 주주 토행오주요도 도와요베 칠라바 있나 아니 가르쳐도 그랬으나 튼조라 캡제도 주베다레스 어두서라 도행우주에는 도와이버 강소용우주 줍지치데 있나 따데 임비 캬바 도스쪽도와 디 자다양다 임바 시샤기 때니 계지 시고요다 어디래 어디 따한다 이메라 디 저요마 따한다 이메디 제캡 주마도디 따디 이나 사와디 임비 야 캬마결 조다고 단다 튼조라 캡지 튼조라 남니 계지 시드 튼조라 즈드 강소용우주 줍지치데 있나 마캡 계지데 시고요 那第一个呢，就是与同品片呢能片的这个果正音呢。那如果我们来安利的话呢，就是有烟的山上呢有法，有烟的直间音，已有烟的缘故。因为呢有烟的直接音呢，只要有烟的直接音呢，就一定会有烟。为什么呢？因为你有烟的直接音该如何的安利呢？就是因为有烟，你才能够安利有烟的直接音嘛。所以有烟的直接音呢，它就周片呢会是有烟的。 所以在这边呢，我们讲到说，就是这里所讲的就是与同品片能片的果正音，还有与同品片呢不片的果正音呢，这二者呢，我们刚刚讲到说，它的前提呢是在果正音的前提之下，所以这个跟我们一般在理解果正音的时候呢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一般在理解正音的时候是讲到说。 凡是音呢，是否周片是锁力法嘛？凡是音是否周片锁力法，这个是我们一般在了解正音的这个理路。但是呢，我们现在讲到说这个与同品片能片的果正音，还有说与同品片不片的果正音的时候呢，是讲说这个锁力法呢是否周片是音，是反过来的这种方式，所以他理解的方式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呢，在讲是这个与同品片能片的这个果正音呢，在安利它的示例的时候呢，就是有烟的山上有法，有烟的直接音，因为呢有烟的缘故，它是这样去做安利的。因为只要有烟的直接音的话呢，就周片有烟。啊，听说了，那么是就被大的可信息开始下过的是呢，图天拉了去没有的多有不起是，看是呢，图天拉了去没有的多有不起了为呢，他听说了那么的，刚说我就直接去的看没有呢，多有被开发有的是呢。 没有啥了，托有眼睛也有的，没眼睛也有的是，没有那有一张，没有那托有被看不嘛的，没有那托有嘛叫的，没说托没图没干康，干了点子给康巴点子了，托有嘛没有的，那么就得了不要呗，好的嘞，其实没有那托有被有眼睛的，没眼睛眼睛，没有那托有被马卡不了，没有托有被马卡完张，听说了，那么你差不多大的眼睛的没眼睛，那么你差不多听说了，那么你是就被大的是了块。 那第二个呢，就是与同品片呢，就是不片的这个果正音，或是二类的这个果正音呢，那就所举的例子呢，就像是有烟的山上有法，有火已有烟故。因为有火的话呢，它不一定有烟，就是有火的地方，有的地方有烟，有的地方呢没有烟。那我们知道说有火的地方，有一些地方是会有烟跑出来了，那有一些地方它只有火，但是没有烟。所以呢，以这个 例子来说呢，它就是与同品片的，就是不片的这个果正音。
아니 카지기 도와팅이 카 카사 도와락 팅인데 카사 烟， 도와팅이라 抽烟，抽抽烟抽烟其实花那个嘴巴里面有是吧图案囊了有嘛是吧아니没有那图案嘛就笑死了呢看那个도와팅이看那去起来呢这个嘛是那所以就会有人说哦，那哪些地方呢是有烟但是没有火的呢？那他们就会开玩笑说，像是在抽烟的人，抽烟的人他会嘴巴会喷出烟，但是嘴巴里面并没有火啊。어느 도와도 칸이 싫어 된 걸로 네 그래 어쨌든 매연은 도와요 켜봐 다 디샤고요 다 지당 튼조를 캡줘도 주버도 튼조를 제다 디가서 남들 자회 가서 때문에 튼조를 캡줘다 튼조를 남이 셰요르디 이네 튼조를 캡줘도 주버도 야 가지게 까고요 개바 카치기 튼조를 캡줘도 주버 가르까르스나 디부 귤라 야 맞추어레 마도 귤 디부라 마 맞추어 말이 귤 디부라 마 투그레스 규연의 디부에 캡바데 튀내면 두투고 말스 가르스나 규디 당보도 디부디 제라 투고 야레스 디인데 튼조를 캡줘도 주고 제다양다디 디기민도 세야디 캡바 투고도 세네 캡바 가지기 저버 주거디 저버 조사기 시지레 那不过呢，对于说这个鱼同品片呢能骗的这个果正一呢，有一些学者呢是认为说这个不能算是果正一，因为所有的果正一呢，你是有因之后呢，你才能够成立有果嘛，你不能从倒果为因这样。所以有一些呢会说，在讲周片的时候会讲说，只要是有这个果呢，你才能够成立有因，你不能讲说因为有因的缘故呢，所以会有这个果，所以它对于因果来说呢是不符顺，所以有一些就是智者呢，他是遮止这个为果正因，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辩论的重点。디레 다디 대단한달라 디가서 대단한다 내 고야 지디 튼조라 캡제다 남기 이야와 지디 내 고요 다디 남기 드레 나라 매베캅 드레 다 단다 디 알아서 다 단다 디레 매야 다 단다 간주 슝낭라 이야바디다 디레 다 슝낭라 이야바디 도기나 다 슝낭라 이야바디 도기나 다 당보들라 아야 제다양다기 예와텔라 어느 나요래 nga shaya di deda yanda gi yawa nga bu the ane ngoy ko ni yawa res o ta du samlo tan gyure 所以今天呢，就是多讲了这个，就是鱼同品片呢能骗的果正因，还有说鱼同品片不骗的这个果正因呢，那这个也是一个重点。那希望说大家能够记得，因为一般呢在讲述因类学的时候呢，并不会讨论这个内容。那接下来呢，就我们回到正文的部分。那正文呢就讲到说，就是果正因呢来做分类的话呢，可以分为5种。那这5种分类呢是属于这个体性的分类。다 투데나라 주진 다清晰的他第一个是那个人的那个是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事情他第一个是呢不好意思卡上萨唐基主大洋大拉国的军政开始我提的主大洋大是呀的拉国有的是拉松的拉边的夸的讲呢可以插上去唱歌有的是他北京的时候这个主大洋的声音的偏头不有主大洋的声音的偏头不有比军政开始呢第一个马拉呢他的工作设备给刚说我有主机确的职务你大一步的军政应把咱给这大洋的那边呢北京可都有一定问题그래서 네가 동안 저 다시 던 요래인 거 가려운 거는 그냥 각룹 조사로 각보다 두바 조사로 와 제가 투덴라라 주제 매여대 말아봤지 매 마인발레 로바 여데스 도와 여베치람나 다 딩욕다 차기야 디제다양다 제다양다 차도에 인가요 가르치는 제다양다 차도에서는 강소용 유튜브 시대 매 마인발레 로바 들어와 다 도와들어와 도와도 매 마인발레 로바 디부레 말해 디인도 매 투덴라라 주제 매 마인발레 로바 여데 도와 여베치스 야디 아니 이 제다양다 레도에 인가요 인자 사탕기 나네主大洋大拉国的地图啊，这把这人的这团大这的。那为什么说我们刚刚讲到说，只要是果正因的话呢，它一定要是这个
它一定要是成立正因，也就是呢，它的直接所立法呢一定要是成立法。为什么呢？因为在辩论的时候呢，你如果没有安立这个直接所立法的话呢，我们光只讲到说哦，它的直接所立法呢为因，那它的所安立的原因呢为果的话，是否是这个样子呢，就能够成为果正因呢？那这时候就会有人辩论到说哦，有烟的山上有法，有火之非反。有火之非反，因为呢有烟的缘故。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正因论是它是否呢是果正因呢？因为呢，我们知道说烟呢，它也是火之非反的这个果嘛，因为火之非反它也是因，那它的烟呢也是它的果，那是否能够安立这样的正因呢为果正因呢？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说不行，为什么？因为它的直接所立法呢，并不是成立法的缘故，它的直接所立法呢是遮前法的缘故，所以它没有办法成为果正因。杨家的了，杨家在这个说，哦，老师，这个先送论了。所以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安立这个它是成立正因呢？最主要呢，就是它的直接所立法呢要是成立法。因为呢，如果直接所立法不是安立成立法的话呢，那在辩论的时候呢，就有人会问说，只要它的直接所立法呢是因，那所安立的理由呢是直接所立法的这个果的话呢，是否就能够成为果正因呢？那如果是的话呢，他们就会辩论到说，有烟的山上有法，有火之非反。因为有烟的缘故，有烟的缘故，因为呢，火之非反，火之非反反过就是讲到火嘛。那同样火之非反，但是火之非反它是一个遮前法，那它也是这个烟的因，所以呢，你光说直接所立法呢是所安立原因的因的话呢，是否就能够成为果正因呢？没有办法的，因为呢，火之非反呢，它是这个直接所立法，但是呢，它并不是成立法的缘故，所以我们只要加上了这个成立正因的话呢，就能够遮止这个我们把这个火之非法呢安立为这个直接所立法的时候呢，就可以遮止这个因成为果正因。哦，对的，没马巴的萝卜的没得你囤积是吧？碰把马巴了，马巴的萝卜当碰把你囤积是吧？아니 다 동어보 마인 발레 로바다 오보 튼지르와 체자 코니 튼지도 오보 마인 발레 로바다 오메 마인 발레 로바다 메니 튼지 인자 메 디부 카인 바데 메 마인 발레 로베 디부레 메 마인 발레 로베 디부 카인 바데 메 디부와哦第一个用它编辑的说这个问题，所以这个第一个是一定要用哦对。因为呢，我们在讲到说火之非反呢，它和火二者是同义的，就像呢平之非反和平之二者是同义的，事物的非反和事物二者呢是同义的。所以既然是同义的话呢，你是火的果的话呢，你就要是火之非反的果。所以如果说我们不加上这个是成立正因的话呢，那就会有这样子的辩论产生。哦，他对的，哦，他对的说，哦，他对的，他这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二个重要的事情是，他土田拿了去见有法身上，是不是？安尼，他的成立法，是不是？安尼火，是吧？安尼大了开始因是言，是吧？他提的，他提告诉俺说，提告诉土田拿了去见没有的土有为其实老对。得了呀，大的了，过去给大的，送去给大是你有，第一个是大单单为了还乖的给全部人，过去给大的，送去给大是，过去给大的，送去给大是这个人。哦，过去给大的，送去给大是。但过去给大事的做卡里了过是刚出现了卡里过个多问题大的了过去给大事了过，送去给大事现在刚了过啥给刚啥过把不刚啥的当，那你过给刚啥你个给做头发啥啥的，军事上路当啥去了哦，刚听了送去给大事了过，哦对。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讲到音的时候呢，会安利到就是2个音。那一个呢就是安利的音，一个呢是所持的音。那所谓安利的音呢，就是依照字面上呢所指的这个音呢，叫做安利的音。那所持的音呢，是指说这个讲这句话的这个普特伽罗呢，他心里面所想的这个音呢，叫做所持的音。对了，你卡里奇呢？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这样子讲是了呢？为什么这样子讲了呢？当有一些人问的话啊，土电拉了去见没有的托约呗起来的托约呗起来过个多啊，托约吧的大人都嘛都托大人都啊。그런 사탕이 따주니 균데 게제 시인데 매단 도와니 게제 강게 시도와스 제가 그런 게 오늘 거야 될라 매여데 거송 매여바데 두지쳐라고도 칸 매여데라고도 매여바데라고도 따라 도와 여베치라도 도와 여바데라고도 제가 그런 게 거야라 디고도 안에 따디 그런 게 대단하다 게제 시인데 안에 따다 두지쳐니 샤데 화다 네네 다 가르소고 예니 저게 제 시기도와 아니 매 여바다 매니 카가래 도와 여바다 도와니 카가래 카르레스라나 투월레나 어따 딜레 디딜렌디 깝고야 那为什么说要安利这个安利的音，还有所持的这个音呢？因为呢，有些人他会认为说，哦，我们呢这边都在讨论所谓的这个果正音，那你也讲到说它的直接所立法呢是要是因，那所安立的原因呢是要是这个直接所立法的这个果。那你假如说这2者呢要有因果关系，但是你所安立的这个直接所立法呢，明明就是有火。那你既然是安立有火的话呢，那有火它是一个常法。它怎么会有果实这个因呢？所以才会讲到说安利的这个原因以及所持的这个因，就是虽然说在字面上安利的呢是有火，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在讲这句话的这个人呢，他所要表达的是火这个东西，所以火呢是烟的因呢，这一点是没有错误的。刚刚我们讲的是烟跟华的关系，这样子讲嘛。那满足매당 도안이 깨져 균제 대화 주마도 깨져 저 시기도 왔어. 그야래 그 매여바 매여데 도와 여베 첼라도 도와 여발라고도 아니 라베아데다 키랑이 대시행이데 카가레도 알라데 다 델라 도와 여베 첼라바레 마도 도와 여바데 고세기 따르 마도 송세기 따 마레스 도슬라고 매여데라데 매여바데 고세기 두지쳐레 마도 송세기 두지쳐 마레스 디인데 단당만서 대단양다 게제 시야다 랑시기 따양다 라 게제 랑시 따양다 있는 다초 랑시 징마지 게제 시야다 대단양다 있는 다초 근데 시야디 송수기 두지 쳐다 송수기 따라 게제 시기 요레스 오도슬라고 야 所以呢，如果有人说，哎，在讲这个果真因的时候呢，那为什么你所安立的这个直接所立法呢是有火，那你所安立的这个理由呢也是安立有烟？那有火跟有烟，它是如何成立这个因果的这个关系呢？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回答到说，这边所讲的有火跟有烟呢，是安立的这个直接所立法以及安立的这个正因，但是实际上呢，所持的这个所立法呢，直接所立法呢是火，以及呢直接所持的这个因呢是烟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在讲的是火和烟的关系，讲的是所持的这个所立法以及所持的因，并不是讲安立的这个所立法以及安立的因。所以同样的，在其他我们在解释果正因还有像是自性正因的时候呢，在讲到直接所立法以及这个理由这2者的关系的时候呢，最主要讲的呢都是所持的这个直接所立法以及所持的因，并不是讲安立的所立法以及安立的因。所以这2点呢就要去做区分的原因在这边。为什么呢？是什么呢？因为土地来一定都没有的了的，土地来一定都国怕就大国啥的个土地来一定都没有没了头发啥个样的嘛都。没有把的了，头发啥个样嘛哇？土地来一点都没可能有的没的，头发啥个样嘛都没有把的有没有了，头发啥个样嘛哇？有了嘛哇？有火在不在？这个没有特别重要是吧？没有把的土地来一点都有没有？这些头发啥个样嘛？头发啥样的呀？
这个第一的突然来的头发晒做的没了头发晒个这没的松水给主角去的是，过去给主角去买的是，我以为跟这国家的托以为起来的嘛都，越把的跟这可以落了车的嘛都，落了车来做的，个这托的落了车的嘛都，托越把的越没有给这的些个买了是，第一的第二的呢，没的头发啥啥做的，刚了跟这国家做的，没的这越把跟这国的，的托的跟这国家原因这，第一车呢，第一的可能你了接了送这个，对不对？接了送这个大。第那个切削最重要的是给切削的，我的。因为呢，最主要就是在安利这个有烟的山上有法，那火呢是存在的。那因为呢有烟的缘故呢，起怀疑的这个人他是怀疑说火这个东西存不存在，他所怀疑并不是有火这个东西是不是存在的，所以他主要怀疑的地方是火存不存在。所以你所持的这个因呢是你所持的这个直接所立法呢是火，并不是有火这个东西。同样呢，在安利原因的时候，他是讲说有没有烟这个东西，讲说有烟这个东西，它并不是有说有烟这个东西呢，它到底是不是存在的，所以才会讲到说安利的因以及所持的因这两点要区分清楚的缘故。对。其实他第二点呢，开始这两个就新个的是呢，第二点呢，送最给大的，送最给直接确实的第二点呢，本呢，啥谈给俺就看了，昨天拿了去没买把的老板的，多以为去老板赢了。大的搞大样的下双或主大样的马里来双，他天天买不起，他做的7个月给国给帮队的7个月给县队的做大雇员，别人国俺都不记呢，我举例来说，我都不记呢，俺都不记呢，俺天天来一点都每月没了做头发少钱，没买把了老板的月没有了做头发少个没呢。俺了贵用的天天来了去去，每月的马拉不去，没买把了老板有的托有不去，老板一那样。过这样的恰中要来了哇！看的这件事呢，看了我是送水给主角确实呢，这我就主角确的看说，我就主角确的没得下过来嘛都没买把了老板的下个要买来了哇！可是没买把老板的过去的嘛都送水下个要买，可是俺了头发啥啥的没买把老板下个要买，没了下个要的，第一的贵用的没买把了老板有的托有不是老板一那样过这样的下个来了哇！那所以呢，我们刚刚讲到说，就是只要是果正因的话呢，它的直接所立法呢，一定要是成立法。但是呢，我们刚刚又讲到了说，这个主要呢是以这个所持的因呢来作为主要判断的话呢，或者说这个所持的这个所立法呢来作为主要判断的话呢，那比如说以我来说呢，我现在呢是对于说那个山上呢是否是有火呢？心存怀疑的话呢，那有一个人他在跟我说，那个山上呢是有火，那个山上呢有法，它呢，是有烟之非凡，是有烟的非凡，因为呢有烟的，是有火的非凡，是有火的非凡，因为有烟的缘故的时候呢，那对于我来说，因为我只是对于说那个山上是否有火产生怀疑，所以虽然说呢。安利的这个直接所立法呢是火的非凡，但是呢，在理解的时候呢，它是直接理解为所持的这个所立法呢是火的缘故，所以对于这个普特伽罗来说呢，就是有烟的山上有法，有火之非凡，因有烟的缘故呢，那对这个普特伽罗来说呢，就是果正因，因为他只想要知道说，那边山上是否有火，他并不是想要理解为，火之非凡到底有没有火的非凡，他其实重点关注的不是这一点。那这时候虽然说你的直接所立法呢是安立为说有火之非凡，因有烟故呢，那对这个普特伽罗来说呢，这个因呢，它也是果正因，为什么呢？因为主要是看这个所持的因。这个我举例的简单，我们有很多用经验，是吗？我们他的名字是，他是不一定小明，但是现在小明在小明的家里面，应该他在吧？他到了吧？那就我们他是谁？小明，对不对？小花的家，现在他到了吧？现在他在吧？了呢？
它是平常我们用的，虽然用的话，它是不一定是小名，不一定是多人，每个多人是他，对不对？是吧？因为用的时候就我们那个想的时候，它很重要嘛。你找不着巧个，怕过去相对的帮对的了对呢，别呢小名的看不上了，只当扩来下是那位呢，扩是那些是都刚才怎么扩了吧？但小米的康贝囊了，扩来下他那些他扩来个餐扩来啥的是老的老八些，吃了老八些，他配起扩来啥的，啷呢？他扩死了扩个，扩了扩个了。其实民的和他写的，老外的送这你的，过去的送这你的，卡卡恰说，我的都不恰完，的都不是。那举例来说呢，就像是我们一般在用他这个字的时候呢，是可以泛指任何人呢，都可以用这个第三人称的他呢来做这个表述。但是今天如果说我要去小明家的时候呢，那我到小明家附近的时候，就到他家旁边的时候呢，看到他家是亮的时候，我想说，哦，他应该在家的时候，你想的他就是指小明嘛，你不会指到其他人。虽然说一般这个他是可以用在任何人身上，但是这个时候你所想这个他就是指小明嘛，就如同这个例子。第送出去到天呢，碰把马英巴没马英巴了，老把约的了的。托有些了，做没了，现在修不过我了，没马英巴了，老把约的那么一那样。ko khar jeta ya da chagwa yang zo me mayin bal lo bal zo shin de shugu na ko la mel shugu me mayin bal lo bal mel karsa me mayin bal lo bal shin de shugu na ane to den la chi ji me ye de to ye bi la wa yin na yang ko ga da cha zhu ya ko zhe de song zhe ge zo ge chen bu chi cha ya o de。所以呢，就是以同样的这个理由呢，就我们讲的呢，最主要是所持的这个因以及所持的这个所立法的时候呢，所以对于这个普特求来说，他所希求，他想要知道呢，是这个有烟的这个山上呢是否有火的时候呢，那即使我们在安利的时候呢，是安利说有烟的山上有法，有火是非法。因为有烟的缘故呢，那这个时候呢，对于这个普特球来说呢，它也是这个果正义。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普特球呢，他想要知道的呢，是在有烟的这个山上呢，是否有这个火的这个非凡的时候呢，那如果他想要了解的呢，在这个有烟的山上是否有火之非凡，在这个时候呢，即使你是跟他说有烟的山上有法。有火因有烟的缘故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所安立出来的这个因呢，它也会变成这个遮遣正因。所以最主要呢是要看这个所持的因以及所持的这个所立法呢，以这个来作为主要的判断。对，说啊，他的呢，我们下面去啊，去下面。他的呢，你把耶瓦拉是用我都给这那样的，用我送都给这那样的，用卡巴都给这那样的，用让都给这那样的。규슈 제보 기대다야 다스 나도아 다디 테레 아니 다 친시의 냠도 자네도나 렐하그리 교가 차그리라 렐하요래 그래서 다 교무도 기대다야 다스 지단 대다야다 이어가 디기 아니 더 패치 슝 드라 망체 낭로라 아니 디 요마레 가르스고레 퇴연세고레 칭이 세야디 아니 요마레 패치야 낭라 두레기 나라 송요말 다디 조 송야디 제르무치기 아니 송 차베 나라 아니 카르소고레 숑데라 데데나 주고 고 töny이기 문세세야지월 데데나 주고 고 töny이기 문세 그래서 제르무치기 송 오야 다 도슬라나 디게와 어들 등에 이게 문제 제르무치기 제베 등에 이게 문제 슝티 낭로라 아니 제다야다기 야와 나디기 아니 된다는 무슨 럽주지 아니 송요래 어디래 어디 디낭라 대샤나 야가요래 마도 슝셴바나라 제다야다기 된디 믹세 송요 말아 나보디기那在这里呢，就讲到说，就是安利就是5种分类嘛。那这5个分类呢，就是我们配合着事例来看呢，会比较容易了解。那一般在因类学的时候呢，就是比较不会去安利
这5个音的这个这5个正音的这个性象。那这5个正音最主要呢是出自于宗喀巴大师的这个他的全集里面的这个刹的这个刹的那一函。那刹的那一函里面呢有个希求除意之案，主要是从这个希求除意之案里面呢有讲到说这5种正音。어디래? 다 디나라라 경우투기 대다양다라 튼다디니 랍샤나 소솜참에 틴시양다 칸시 랑레 제타데도 규르베 두지추기 디부 임바스 라비아. 그래서 에티나 땅가 어디래? 랑레 제타데 규르베 디둡기 둡지추기 디부 임바스 오두슬라비아. 다 된다 가르라고 요래 슬라비나 년다 알레 년다 디 규르고와. 아, 되네. 라서 다 된다. 人们也当他主注了一下。对不起，我先翻译。那我们先讲这个第一个呢，就是直接成立音的这个果正音。那直接成立音呢，就是人们现在这边所写的呢，就是它呢就是具备3项正音，就是具备这个3支，然后具备3支呢，然后和字直意成立的所立法之果，就是具3项正音，而且呢和字直意成立的所立法之果。那这个呢就是直接成立音的果正音的这个意思。다들이 된다서 그래서는 초som 상위 딘지 강시스도 초som 상황 딘지 강시스도 다양다 시샤게 지시고 랑레 제타데도 기비 디두기 두지 최기 리부 임발라도 된다 가르에서는 따주 제타데 버지고 그래 따주 제타데기 때문에 따주니 균데 임버지고 그래스 따주 제타데기 때문에 따주니 균데 임바텔라 아니 경우도 되다양다스 어디 된다들이 디 랍당라 따와에는 대단한다 이네 경우도기 대단한다 임비 캬바다부지 차고요 가인스는 대단한다 간데지나 따주 균데 인고를 따주 균데 인사위젤라 제타데 임바데 샤샤르와 제가 디 경우도기 대단한다 기 칭이디 디 샤요를 제르무지게 어디 송당한다나 아니 대단한다라 경우도기 대단한다 임비 캬바지 될라데는 좀 토고요 어때래 다 경우도기 대단한다서도 고주디 고송아 어때래 那什么叫做具3项正音呢？具3项正音就表示说它一定是正音嘛，就是它符合正音这个条件。那和字直意成立的所立法之果呢，那就是讲到说，就是音呢还有所立法2者呢，它是直相应，而且呢具备因果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们从这个所立法呢和所安立的这个理由呢和正音这2者呢是直相应，而且又是因果的话呢，它就是直接成立音的这个果正音的话呢，那从这个条件来看的话，只要是果正音的话呢，它就是直接成立音的这个果正音。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所立法呢和它的这个理由呢，这2者一定是直相应的嘛，而且它一定会是因果的关系，所以只要是果正音的话呢，就一定会是直接成立音的这个果正音。那安立这个的是宗喀巴大师，这个性相是宗喀巴大师所安立的。对，他天天马上说，呀，他天天
ngaranzo ta gyungdu ki tedan da tiswa ta di chinshi la khare tuden la chuji me de towa yubi takda dinala takana koso tuden la chuji me de towa yubi chisna gyungdu ki tedan da re susum sami tinsi ne re ta da ne re ta chu je ta de medungi de ta chu dubji chwe de mere towa de kaza kanso ngo ju dubji chwe de mere ta towa re tingi bu de je ta de be ten gyunde re de yarwa 어다 딜라고요. 당분에 되냐라 주지 매데 도와유비지 셰고베체나 도와다보스 디레.那所以出者呢，就是如例曰：有烟的山上有法，有火因有烟的缘故呢，那这个时候的烟呢，就是直接成立因的这个果正因。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它呢，就是第一个它是具备三项正因嘛，而且呢和智呢，就是和这个烟呢直相应的这个成立的这个所立法呢，就是火嘛。那这两者呢是直相应，而且又是因果的关系，所以呢它就是直接成立因的果正因。어다 디레. 답변은 어다 디루기 두지 쳐디스 디루기 경우두기 대단한다 스테레. 다 이반이 반항기 도와 추진스. 다 반항기 빼작하시나나 반항기 도와 올로모 추진스 야디요레. 랑규 맹가망고도 손데 도와 이미지 스타테레. 다디 경고송두기 대단한다. 다디 경고송다 유 지두 유 개발 두 세야된주 식스 제르무지 책모수 체 샤요마디 코 치코라나 따네 코 롭저지 따얀다디기 코아드 롭저지 하코 그래 모송스디 강수 따얀다디기 식신라 랑규 제자바지네 랑규 응원도 송아지 식신라 응원수 끄는 주바이나 델라 용모송기 따얀다스 오 델레더지 랍겨 빼차샤나 반항기 도왕으로 뭐지 랑규 맹아망원도 송데라도 반항기 도왕으로 뭐 반항기 도와 추추 올리 지어와 랑규 텐데 도왕으로 뭐 그 응애라 매지 드로 사와데 시 먹어야 왔을 걸 매지 응애라 만들어나 도와파기 도왕으로 뭐 용식 말했어 그 매지 응원도 도와 타쳐 살했어 제자 이네 델덴 유튜브에 균제 가르쳐는 도와레스 도와 간데지나 그 응애라 맹원도 마소한테 도사요 말 디디 된라 양원도 소모서 깨제매 버지 식신라 랑규원도 소아지 두비 차니 따데라 용어송 두기 때다스 어디라고 그래 용어송 두발라야 돼. 那接下来呢，就是成立因先行的果圣因。那后面这个成立因先行啊，或是成立殊胜因啊，这些最主要呢，就是中科巴大师他并没有特别安立他的这个性象。那主要呢，就是从字面上呢来看，所以呢，就讲到说，就是举事例的话呢，就讲到说，如律曰：空中烟有法。那有些是讲说空中的这个青烟，空中的这个青烟有法。青色的这个烟，空中的青烟有法，至阴之火以先行，阴是烟故。那从这边呢，就看到说至阴之火，就想说空中青色的这个烟呢，它的阴的这个火呢，就是你只要是烟，它一定会有它的阴的，只要是它的阴的这个火嘛，所以至阴之火以先行。所以你看到这个至阴之火以先行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它是成立这个阴先行，因为他讲到说它的至阴的这个火呢，就是已经先有了这个火了嘛，它一定会有先有了它这个火的这个因，那这个火的这个因，不管说它现在存在还是不存在，那它这个火的因一定表示之前就已经有了嘛，所以讲说至阴之火以先行，因是烟故。那这个呢，就是讲到说因先行的这个果圣因。哦，对，他反正这个我们有经验嘛，对不对？很简单，那就我们去山上，然后就去好玩的时候，有一些山上的那个什么啊，应该那边有人嘛，对不对？啊，那个花，为什么？哦，有盐，那就这样子讲嘛，对吧？哦，밖에 먼저 리강을 참잠 drop 겁수 있네래 참잠 drop 리다데 파줘지라. 밖에 사 동불라 미균에 통하면은 밖에라 미요사레다스. 카레스나 멤 두아스. 매여의 균제 카레스나 토네네 도와토 거 뭐와. 돼. 제가 디기 도와 가르지네 맹원도 송한테 두고 하러 봐.
那这个例子呢，就像是说，我们如果去爬山的时候，在山上，那我们看到另外一座山或是隔壁山的时候，虽然说你看不到那边是不是有人，但是你会讲说，哎，那边有人，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那边就是有烟冒出来嘛，你这样会觉得说那边有烟冒出来，就比方说，你知道说那边曾经有人在那里生活缘故才会有烟冒出来，所以这一种理路呢就是相同的。对吧？哦，不给没有事，可是有人为什么应该我那边有应该火，那是呗？火花，没有，可是呢，没有没通我们多了的，拍给穿的拖通个多，现在拍给了没有的话是这个住不着啊，没通我们多了噻，说哦拍给了拖的拍叫那通个多，这没拍给没有他确实是那个是吧？那俺说没呢，说个 group 的group 这不起呢 group 的拍给穿了，就搞有没的，他讲拖搞那通个多，我得了没有吧就没搞有吧得了，得说个 group 几的我嘛 group 的得有，好酷了吧？这个呢，就像是我们去登山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会说，哎，比如说，就是先行的这些人呢，他们应该在前面的什么地方？为什么呢？因为那边有烟。虽然说我们自己没有看到火，但是我们心里面自然而然就会知道说，那边有烟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先前的那些人已经在那边生火了。虽然说你没有直接看到火，但是你就觉得说，哎，那边是有人，为什么？因为有烟。那你有人有烟，最主要你有人。为什么可以从这边有烟呢？你可以知道说有人，因为知道说有人在那边生活才会有烟跑出来嘛，就类似这个例子。其实拖一那上就没我都送过的落了7个月了吧？第周是落了西送的过那什么6个月了吧？嗯，所以现在所讲的这个例句呢，空中的青烟有法，自因之火以先行，因是烟故。就是我们内心里面呢，就像刚所讲的例子，虽然说你没有看到人在那边，但是你只要看到前面那一段呢，就是已经有人在这个有看到烟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说是有人，因为就是从你的经验知道说有人在那边生活呢，才会有烟嘛。哦对，他的那个开不了住给这大样大事，他就开不了住给这大样大事，也得从这往外出去是，让给大家的，他妈他给来先别让给更有的，让给大家的，他妈他给唱完咱们的没给心，人家给回去了，哦，他的。他的可能有的是呢，就开不了住给这大样大事，就开不了住给这大样大事的，就开不了哇，可能就开不了哇，有把测试了住有吧，测试是个有了，就开不了哇就有把测试了大概测试了我试了住钱呢，可能就开不了哇是了。但别呢，我让做看上你嘛，那不的，写不啦。语言、美言、大言、电话塔言，其他我做我见识。ribu shagyar ba ken shigare gyugen megen dagen dema tagen shaw gyugen sido ngobo khande chi ne kola gyugen re te ndo sheba kya wala inji miji gyugen yo ma yo ke je shaw ma yo yo shishare ngobo insa be jela ro ta sheba kya wala khare ko yo re slana dagen dema tagen ane megen somdi ngebar to ko yo ta di yo ba dub go ba kanshi la 다긴 다 미긴 여바 점기 디기를 위해서는 다긴 여바 점기 디기를 위해서는 디기 말해스 대마 다긴 여바 점기 디기를 위해서는 디기 말해스 다 가르코레스라나 미긴 고그레스 송지 옹어 따부 빼나 송지 옹어 따부 깨발라 다긴 여바 점기 디기를 위해서 송지 옹어 끼그레스는 끼그 말해스 가르스 송지 옹야 땅을 디송 ang에 망자스太多那接下来呢，就想说成立这个书圣音，书圣音就想说就是特别音的这个古圣音，那就想要说呢，就是举例来说的话，就像是持色根现前有法，除自己的真上缘与等无间缘之外呢，另有自己的缘，因为呢，仅凭其被自己的真上缘还有等无间缘呢，并不能升起，而偶而升起故。那这个时候的这个比呢，就是这里所讲的这个特别的这个原因。那为什么要说特别的原因呢？因为
它在字里面呢，就是所安立的音上面呢，就已经讲到一个特别的这个音。那就假如说我们一般在安立缘的时候呢，有提到4种缘嘛，在讲因果的时候提到说4缘无果嘛。那在提到这个4种缘的时候呢，第一个就讲到说因缘，那因缘、所缘缘、真上缘，还有等无间缘。所以呢，在讲因缘的时候呢，因缘跟因是同义的，所以你只要是事物的话呢，它必定呢是会有因缘的，所以这就不用提。那第二个呢，在讲到说是了知，那了知要升起的时候呢，要具备3种缘嘛，就是所缘缘、真上缘跟等无间缘。所以这里只想要说，就是直射根现前的时候呢，直射的这个根现前呢，在升起直射根现前的时候呢，光有真上缘跟等无间缘是够吗？不够的，因为你光有真上缘跟等无间缘，不表示说你能够升起这个直射的这个根现前。那升起直射根现前，它最主要的因是什么呢？是所缘缘。재산 대인데 송재홍의 깨발라 다긴 여바점기 되기를 되고요 말해. 대만 타긴 여바점기 되기요 되고 말해. 다 디기 때문에 미겐 요구요. 재산 랑기 다긴다 대만 타긴에 셴베 랑기 겐 슬랍디 다 가래 모두 사요 말해. 디 다긴 세데 다긴디 통마인베 다긴 고고요다. 디 마도 지단기 다긴라네 규겐다 다긴이 둔지래. 디 다긴 세데 토모 마임베 다견을 고 가르스나 시바 나는 왕시의 이식이 개발치야디 토모 마임베 다견기 간에 아니 왕시의 이식이 개발치기 요래 왕시기 나는 왕시 투부 왕시 당 이식이 개발디야 토모 아니 토모 마임베 다견기 치기 요래 마도 다견데 뭐버 간데지 규견다 다견 찍바와 디레 다 아니 왕시 나보디 왕시 시바 왕시의 이식이 개발디에 토모 마임베 다견치 왕싱하고 낭패주기 개바디야 투모마인베 다겐기 거네 책이 열와 어디디 다겐시베 다겐디 투모마인베 다겐을 깨져 시고래 그래서 지단 다겐 점기 되게 말해 어디래 所以呢，这假如说直射根现前呢，它在升起的时候呢，光有这个真上缘还有等无间缘是足够的吗？并不够的。那有一点要注意呢，就讲到说这里所指的真上缘呢，一定是指不共真上缘。因为我们一般讲真上缘呢，真上缘和因缘呢是同义的。那所以为什么要讲到不共真上缘呢？因为根知还有意知最主要的差别呢，就是在于不共真上缘。你不共真上缘呢，是依着具色跟而生的呢，才能够叫做根知；不共真上缘呢，依着意根而生的呢，那个叫做意知。所以呢，根知跟意知的差别呢，最主要呢是在于它的不共真上缘。那同样呢，五根知里面呢，彼此能够造成差异的呢，也是因为它的不共真上缘，因为它的具色跟不同的缘故，我们才能够安立各种不同的这个根知。所以这边讲的这个除自己的真上缘呢，指的是说不共真上缘。他对，其实他的印度大见的他妈他见嘞，先别让给见有的是的，大样的可能了，有开不了住给这大是有开不了我第七第个住不了。大见的他妈他见嘞，先别让给见有的了，就有见了头发有嘛嘞，没见嘛都做啥个就些个有嘛，的让给见了，就大见的他妈他见嘞，先别见起，俺不都够多。有见有嘛有开不有嘛，所有的些吧，他们都就是他们家来给个哈的。개념레스 다랑기 게스데 미겐에 봐도 요고도스 미겐 매바이나 가르에스나 다겐다 데마타게 차점기 게도면도 송지 미셰 송지 엉디 게토고면도스 가르 송지 엉이 게발라 다겐다 데마타게 요바 점기 셰바 망치알 데마타게 요르와 셰바이나 데마타게 요베 캬브레 데마타게 요베 캬브레 데마탄데 요베 캬고 마레 데마탄데스도 거기 년데들 달라 거고 야레 그래서 어테레那所以呢，在这边讲说，为什么这个叫做成立殊胜，或者说这边用特别还比较好，特别的因呢？特别因就是从这一句，除自己的不共真上缘与等无间缘外呢，另有自己的缘。所以另有的自己的这个缘呢，指的呢就一定是这个所缘缘。因为刚讲到说因缘的话呢，并不需要特别拿出来讲，因为你无论是色法、心法或是不相应心法。它一定是具有这个因缘的，但是呢，现在讲到说
直射的这个根线前呢，直射根线前，它除了自己不共的这个真上缘，还有等无间缘以外呢，它另有自己的这个缘呢，指的一定是指这个所缘缘。那所以呢，我们讲到说，只要是了知的话呢，它就一定呢会有这个等无间缘。只要是了知，它一定会有等无间缘。但是是了知的话呢，它不一定会有这个等无间的这个等无间果，因为呢，它可能呢就是等无间果使它的这个直接果嘛，所以它不一定会有等无间果，但是一定会有等无间缘。那个我们他第卡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考地里面的有，卡的是呢，我不赢呢。年龄越被看到嘛，就出去个哇，我不赢呢，年龄缺了年龄缺个年龄缺了年龄越被看不的呗，就出去个，缺年龄已被看不的是出去个，我的出的当然，的出的两个人，我不赢呢，缺了年龄越被看不的，年龄越被看不了的，年龄已被嘛看不了的，가르치는 것은 년龄已被看呢，거기年그年龄이나 그年龄요구고요. 그年龄越被年龄已被看呢，可能年龄越被看不了的年龄越被看不了呢，可能自己起码越了的。别呢，妈咪自己他妈的不记呢，妈咪自己他妈的花，最后花了个呗，自己他妈的，你最后花的不记没呢？你我就最后花的不记没呢？可能年龄要嘛的。年龄有呢，可能自己起码有个，自己起码有个，自己他妈的样子我有个的要嘛的。没按因子，可能自己切看嘛赢了个，这就可年龄可以年龄没，可以年龄没为因子，可能可年龄没赢了个。现在我不赢的年龄已被嘛掉，年龄越被掉，我听我的来的讲过来。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一点呢？因为这个在我们的这个社类学的这个考题里面呢，就是有一题有问到，凡是事物的话呢，它是否有进取因？还有凡是事物的话呢，它是否是进取因？就是有这两个问题。那在回答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凡是事物的话呢，它一定有进取因；但是凡是事物的话呢，它不一定是进取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是进取因的话呢，你就一定要有你的进取果。但是呢，凡是事物呢，不一定会有进取果。为什么呢？因为像是最后一刹那的这个灯火，最后一刹那的这个灯火呢，因为它是最后一刹那的缘故呢，它已经没有相续了。它要是在有进取果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它还是有一个相续要再延续下去，但是已经没有，它已经是最后一刹那的这个灯火的缘故，所以呢，它并不会有进取果，所以它就不会是进取因。所以呢，这一题的答案就是，凡是事物的话呢，必定有进取因。但是凡是事物的话呢，不一定是进取因。对，他经常说边境里面的这个常常边境的，所以就这个对的，这样子那个就这那个去这个，的确吧，团队给全部去给，这什么我的，他的我的大概的，那就，但人家教育些。人家教育其实也对了，人家教完了我的，人家教完了，第一团队开的这个是呢，人家教我不当，人家教我当我不你同事的，我不看这一些呢，人家教我不也差不了我，人家教完了这个团队，人家教完了的，搞不来教死了我，搞不来教了就搞不来没教我苦呀，其实我不看这些呢，搞不来教嘛来了呀，搞不来教嘛来的，团队开了苦呀的是呢，我不看这些呢。rangi gyu tusu kegi marwa ngobu khande chi na nyugu di saben gi tusu keyo marwa saben reswa nyugu di saben gi tusu keyo marwa cheza chisu saben korang gi tusu ko kewa charwa odi indi saben di ranga kewa chaso kabre ma kewa di keje shikuya dribu khande chi na tatana ngobu khande chi na gyu tusu kegi yo mare dribu tusu kegi yo yi chane ani khare korang gi tusu kewe chane ani人家教完了，我的人家教完来的，团队的那个的，先民社团队想不开要嘛？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呢，除自己的不共生上缘还有等无间缘外呢，立有自己的缘，因为仅凭被自己的不共生上缘还有等无间缘呢，并不能生取。
然后最后这个偶尔升起故呢，就是偶尔升起故，它其实讲的就是事物，只要是事物的话呢，它就是偶尔升起。为什么叫做偶尔升起？偶尔升起就是有的时候升起，有的时候不升起。那什么时候不升起呢？在因为的时候呢不升起，就比如说呢苗芽。苗芽它在种子的时候呢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对于苗芽来说，种子的时候这个是因为，所以在种子的时候呢，苗芽是不存在的，所以它有的时候升起，有的时候不升起。这边偶尔升起，只能说它就是事物，它并没有特别的这个意思。어들. 다 양 슝카시나는 디지요래. 딱 발라 랭가요 딱 바다 넘버 탐지게 딱 봤으니 니 샤고요. 랭가요 딱 봤을 때디 랭가 끼워서 과카가래. 디 랭가 왔을 때 까브레 마키위 계제디 시고를 마도 여마이게 계제디 말해. 랭가요 딱 바다 랭가 넘버 탐지게 딱 봤을 때 빼는 분배 똑바 따보다 분배 땡기 똥니 따보다 랭가요 땅니 실라야도 요래. 랭가요 똥니 랭가요 딱 바이스. 됐어. 그래서 분배 땡기 똥니디 분바 요새를 요를 마도 분바 면서 탐제도 요 말아. 내가 이제 분배 땡기 중에 있다보다 분배 똑같다 몰라. 랭가요 딱 봐 있어도 최 탐제기 땡도 요 샤요 말아. 그 분바 요새를 요를 마도 시행기 땡도 요 말아. 뒤에는 랭가요 딱 봐라. 세상 랭가요 딱 봐다 랭가 딱 봐. 랭가요 세디 또서 과카가래. 어디래? 那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偶尔，就是偶尔升起故。那其实在讲常法时候呢，就讲到说恒时之常，还有偶尔之常。那这个偶时之常呢，它所指的呢，像是说就是在某一法之上存在，但是在其他法之上不存在的呢，这个叫做偶尔之常。就像是瓶子之上的空性，瓶子之上的空性呢，它是常法，它只会存在于瓶子之上，它并不会存在于其他的东西之上，而且瓶子之上的空性呢，瓶子破掉的时候它就不存在了嘛，所以是指这种偶尔之常。所以这个偶尔之常跟这个偶尔升起的这个意思呢，就是不太一样。那个有问题吗？哦，你指完记又是。哦，他有问题的话你没问。哦，你打给边的马妹给吉他吗？马妹给吉他吗？第节啦，这的开的是，你开的进来这gün，你开的进来第你这嘛意思？你这嘛是，可是你这有嘛的是？哦，这张第马英北军人开的是，空给看的是杨家去送的。那马妹给吉他吗？的西餐的修姑，空给这有了啊是，你第月就给这的。可能给你这买一杯军生卡的意思。啊嘞哦，마음에 끼지 타마기 제균 치마 요말 마음에 끼지 타마시다 마음에 시도디 로도디 마음에 코이 온 로자고 말와 기시 마음에 데데기 로도지 하그러와 먼저 처음에길 하는 로도도 제 해해的有一个东西是吧？花灌了以后，花完了以后就有一个黑黑的东西是吧？等花黑黑的东西。第 아니 마음에 끼지 타마기 제균 마음에 끼지 타마기 년대이나 마음에 끼지 타마기 제균래도 마음에 끼지 타마기 제균라 지단 균라 제균의 린데 균세야디 니요 제균세야디 끼지 nga마nga마네 치매 오만 롱에지 고야 롱에 덴데지래야 아니 제균시고 마음에 끼지 타마디 로도디기 오 좋아 말아 마음에 로도디기 오 좋아 말아 किसी मामे की जे थमा देखो कि जेगी नेंडे इना कोई जेगी रे जेगी इना मामे कोई on रो लागो के गुया टिम्बे की दी टिम्बे इना टिम्बे तो दो दे那就是想请问仁波切呢，就是最后一刹那的灯火灭了之后的这个物质呢，为什么不是灯火的这个进去过？那仁波切就讲呢，就是这边所讲的灭了之后的这个物质呢，如果说是指说像是灯芯的话，那灯芯呢，它不能够成为这个灯火这个最后一刹那灯火的这个直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讲说直流的时候呢，指的是说它的体性不断的转变，同一个体性从这个体性转为这个体性。那如果说我们把最后一刹那灯芯这个，比如说黑掉的这个已熄灭的这个灯芯呢，如果说是它的直流的话呢，那我们就要承起说，哦，最后灯火的体性呢变成了这个灯芯，所以以
灯火的最后一刹那来说呢，它是没有什么灭了之后的这个直流的，所以它既然没有灭后的直流的话呢，就不会有它的进取果。对。아니,还有到了，아니,空都死拉吹了嘛，空气等下多的来哦嘛，看到空气慢慢记起他妈给这军乐找我的那些国外人的影响这些。啊，他第一句，那我再一点点讲啊，那就两边把给叫我起码没事了不要的，是吧？两边把给叫我起码没事，可是叫我去没事，아니 대가나신 셈잡아다 보지네 룽기 전당게 셈잡아다 보지나 다좀 바시네 리고 침바 참조르게 말했어. 빼나 마음이 쉬웠다고 인스라고 그래. 제라마와이나 제라마와데 제라마와게 하면 양을 대바디 이제 다좀 바시네 리고 윤책 말에 마음이 쉬웠다고 인스라고 해. 그 양배만 말다 제라마와데 룽기 전당게 셈잡아기 다좀 바시네 리고 침바 참자고 말했어. 다 년도 쉬워 줘 지부와디스 그래. तिने मामे शिवता बोलिस मामे शिवता बोलिस पेदन किसी मामे शिवते मामे दिके जेके यो ना 아니 간저 리고 다좀 베시네 리고 침바 참 맞아 빼라 도당 요 거란 도토고 말해 제라 마와다 아니 롱기 전하게 셈잡아就是不是，就是溶解好，并不是指说灯芯，是说灯火灭了之后呢，变成灯火进取果的这个物质。那溶解说并没有这样子的物质。那我们举例来说呢，就像是以一切有部，还有说像是随教型的这个唯识中，就是一切有部还有随教型的唯识中呢，他们是讲到说，当阿罗汉呢进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呢，就什么都没有嘛。那举的例子呢，就像是灯火熄灭以后，所以意思就是说呢，在灯火熄灭之后呢，它不会再有任何的值，所以不会有任何的直流。所以要是呢，灯火熄灭之后呢，还会有所谓的直流，或是还有其他的这些物质的话呢，那像是一切有部，或者说随经教型的这个唯识中呢，他们就没有办法成立说阿罗汉进入无余涅槃之后呢，就如同灯火熄灭一般。빼는 중국면도 봐. 因为欲和意呢就变不合了。그저기 빼디 마음이 쉬웠다고 샤고야. 他们举的例子呢，就是说阿罗汉进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呢，就如同譬喻呢，就像是烟火熄灭一般来做譬喻。对。他以呢那个时候有一个边境，辩论的地方，那什么地方呢？那个华结束的以后有一个言，那一言的它从哪里来的？这个很辩论的时候这样子一问，对。마음에 끼지다마 마음에 시우 끼지다마데 제게 맨스네 아주 흉나는 용다시고요. 다들라데 마음에 끼지다마 끼지서 도와지 된 거로 와 도와디기 제게 가마데 가르샤 그래서는 다들 용다 잡았고. 다 도와디 끼지 가마디 기 마음에 디라나 아니 마음에 끼지다마데 타마레면 도와 코 아니 제게 치마 도와스 아니 콜랭인데 도와스 어다디 잡아 먹으시고. 虽然说在举例的时候是这样做举例，不过在辩论的时候呢，就是还是有辩论。那他们就会说，那如果说像是灯火的最后一刹那熄灭之后，如果说它的续流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结束的话，但是它在火结束之后呢，还是会有烟冒出来啊。那请问一下，这个烟的这个进取因呢是什么？烟的这个进取因呢，如果你是安利说最后一刹那的这个灯火的话，那就表示说最后一刹那灯火它还是有它的直流在，那它就不能说它没有这个进取果了啊，因为它有进取果，它进取果你就要安利这个烟啊，所以就有很多辩论。他因为现在그런 상인 저 랭캡에 가서我为那年龄比较马了嘛都真的저 노 차르다。那虽然说在辩论的时候会这样辩论，但是我为呢年龄已比较마음에 끼지다마年龄可能年纪越了马了嘛都真的노 차르다。
但是你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呢，如果讲到说，只要是事物的话呢，它是否，一定呢，就是它是否一定是这个进取音呢？你们千万不要说是，因为呢，这样回答会是错误的。你说哦是，因为像是灯火的最后一刹那呢，它还是进取音，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它的进取果像是盐。如果这样回答的话，会给你们错。yang edi क्यों ट्रेव कौन तंग मारदा 开玩笑这样回答的话不会给大家打勾。사실 어때 다디네 될 도버치 애들 다야 하요吗 你人们这空等到只话只有是等到就切话就给这当大等待技术用对，呢等到大地看的下过来噻，呢大地给主接却当大逆准接看的下给哪噻。안다 데마타겐데 되게 데마타겐에 미겐디 아니 미 가자 요데스 랑게 다겐데 데마타겐 삼게 미게시 랑가 깨위 쳇어 오다테레 랑가지 다디 남게 다디 균데 칸데 차르세 디 남게 도저 지구어다 디다 디다 직 유치루기 데다얀다라 직 아니 경호선루기 데다얀다데 직 오다 된소 강가라 따초 균데르면도 둔직레샤스네 도바치기야 그래서 어다들이 디 균디레스 도바치가 다이나 디 과다 잔에서 삼로다에 레성으로 어디를 那就像请问人不线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安利的这个直射跟现前有法，除自知不共真上缘于等无间缘外，另有自己的缘，因仅凭其被自己的真上缘于等无间缘，并不能生起，偶而生起故。那请问呢，就是想请问人不线，就是这一个论式里面呢，它的因呢是什么？那所立法和因呢，就是如何有因果关系？那人不线就回答到说呢，其实在辩论场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成立出生因的果生因，那还有第一个就是直接成立因的这个果生因呢，在辩论的时候呢，会讲到说是这两个是它的因果。人们这里中文送给最当那什么嘞？이거를 딜라에 도바치기를中文送 뭐이나 给좋아다 中文做来嘛的，中文送오송那时候就是不是直接成立因，成立因先行的果真因，还有成立这个特别因的这个果真因呢，就是在辩论的时候会讲到说，这个呢应该不是果真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所立法呢和它所安立的这个理由呢，他们两者是同意的，并没有因果的关系，就是有时候在辩论场呢会产生这样子的疑惑。다 딜라 남규 카레 라부기어레스 라베이나 오케이 다 딜라 카레 라부어레스나 페나 경오손 로기 더버더버지이나 랑규 바낭기 도왕올로 모치지 랑규 맹가망온데 손데 도와임비 치다버지 라베이나 다 오나따 랑규 맹가망온도 송아디 샤고르베 도와 샤고레스 랑규 맹가망온도 송아디 샤고레 랑규 메딕 나마디 샤고레베스 딜라부기어 다 랑규 맹가망온도 송아디 샤나네 도와다 랑규 맹가망온도 송아니데 냠도 투바레스 랑규 맹가망온도 송아 투비인디니 도와 투사레 도와 이나 랑규 맹가망온도 송아 캡차라와 캡인데 도와나 랑규 맹가망온도 송아데 냠도 투부도 디인디 아니 코니 균데레기면들라데 디 랑규 맹가망온도 송아데 마샤와체 지당 도와 랑기 규 맹가마티 샤치 디 그저 도와 사사데 가레 랑규 그 도와디기 규가마지 맹가망온도 드여나 메나 맹가마지 예나 메나 도와 디사기여 랑규 맹가마델라 도와 사기여 마도 랑규 맹가망온도 송 마송다 디 고저기 딜라 도와 사기여 만 디인데 랑규 맹가마디 샤기여스 어디不过呢，就是在解释的时候呢，会说就是最主要是要从理解的角度呢来看这两个这个果真因。那以成立因先行的果真因来说的话呢，就比如说空中的这个清烟有法，至因之火以先行，因是烟故。如果说呢，我们把所立法呢，就是如同就是所安立的一样呢，是想要说至因之火以先行。那其实至因之火以先行呢，它跟烟二者呢是同时承办的。
就是至阴之火以先行，它在先行的时候呢，之后烟就产生了嘛，所以这两者是同时承办的。所以在理解这个至阴之火以先行的时候呢，他所理解的呢，就是讲说烟之阴的这个火，就是烟之阴的这个火呢，先有之后才会有这个烟，要以这种方式来做理解，并不是直接以阴之火以先行来作为这个直接所立法的话呢，那有会讲说，因为它跟这个烟这两者是直接是同时产生的，所以因果关系呢并不符合。哦，的第一。다 랑기 다게다 데모 타게네 셴베 랑기 미겐 요데 스디 덴데기 다 다겐다 데모 타게 타와sam게 미게시 아니 랭가 케웨기 ngobo 티기 랑기 미겐 코고죠 간소 미겐 그러와 어디 ngobo 티기 미겐라 코고죠 랑소 랭가 케웨기 미겐 타야 데모 타게 다겐다 데모 타게 sam게 미게시 랭가 케와데 최제 아니 코 미겐 임바 콜라 미겐 요하다 코 아니 셰바 임바다스 데데 세견도로 턴다라도요 그래서 강 다겐다 셰바 임바 강시라 다겐다 데모 타게 상황 sam게 미게시 랭가 케웨기 셰바 덴데기 강로기 셰바데기 미겐티 데다 아니 랭가 케와 니보티 아니 코니 균제기 차네 도스샤나这个얘기를那至于说这个成立特殊因的这个果圣因呢，那它的直接所立法呢，就是安立这个除自己的真上缘与等无间缘外呢，另有自己的这个缘呢，那个缘你就是把它理解为是这个所缘缘，然后呢，因仅凭自己的真上缘与等无间缘，并不能升起偶而升起的了知，就是要加上这个了知。因为呢，如果我们只是用这个，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偶而升起跟事物是同义的嘛，那如果只是从文字上来说，就是因不能升起而偶而升起，那以这个东西来做因的来作为这个理由的时候呢，它好像跟前面这个缘就没有办法，就是刚刚好就是有这个因果的这个关系，而且好像你整个就是对于说整句的这个正音的这个内容的这个理解，就是完全都是理解到不同的地方去，所以我们自己要把这个另有自己的缘呢，要了解说这个原则就是另有自己的这个所缘缘，然后呢，并不能升起偶而升起的这个所知，所以你要把这个偶而升起这句话呢，理解为是所知所升起的这个所知，这样。了知，升起这个了知。哦，对，他毕竟图纸时间到了吧？那就还有问题吗？你空给只话他妈只有是，好，卡列节呢，等到松亚的，等到松亚的让心里当大峡谷群成卡列人些，空下的，没空的等到的下的边啊，都这大部定言这样列别讲去先把它确记，给几参嘛上节的，下就群套啊，给讲去先把因别些，写别大的让心里当大峡谷群成卡列那些。开始大党主接确立的我这个指望你有嘛嘞，你看得见你的上心里当大下人了。我觉得定义这了那位，像是跟到我的去解释。讲句先把的学姐。好呢。给几起码上节的。那讲真啥就把军套完别去。对，给几起码上节的，对了，给几起码上节的，给几起码上节的，那像是跟到我别去是的，给几起码上节吧的，让给人家是给别上节的当。大主角去让给人家是给别上节的当，大像是跟到我你不的。대다양다 레사 코란 요 말이스. 대다양다 가르치는 레사 요 말. 대다양다라 따디 두지 취디기 마 드부 임버지 거. 단다 두지 취디 따디기 야 드부 차디요. 제자 따디 두지 취기 마 드부 임버지 거거래. 단다 기지 치마 상계디 장세 군다기 야 드부 차디요. 제자 마 드부 차요 말. 디인데 다양다 강시라 대다양다 말에 주다양다는 레샤. 다 대다양다 마인데 랑시 다양다 마도 조사요 말.这个很简单。想请问仁波切，就是下列的这个论事为什么是自性正因？就是金刚预定的菩萨有法，
在下一刹那成佛，因为呢是实地最后刹那是菩萨的缘故。那人界就说呢，这个其实很好理解，说为什么它是自性正因，因为呢我们在讲到说你是果正因的话呢，就是你的这个直接所立法呢，要是所安立理由的这个因嘛，但是他现在所安立的这个直接所立法呢，它变成是所安立理由的这个果，就是它是颠倒过来的。所以呢，但是这个论事呢，它又是正因，然后呢又是成立正因，所以又是正因又是成立正因，然后不是果正因的话呢，你就只能够安立它是自性正因。对，这当然的嘛，当然是当然的，因为的大有的，大定用到蛮不有的，大去，好。那至于说是不是自性正因呢？那这个也是比较复杂的地方。安尼，那是，这算，老，哎呀，安尼他，我的，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上到这边。那我们一起做回向。那将我们今天所有文法的功德呢，回向世尊的圣教能够长久住世，特别是三界法王中华大师的圣教能够长久住世，源流畅。那我们也回向尊者，还有一切和我们具法缘的上师，以及所有的持教大善知识，法体安康，长久住世，他们的心愿呢能够早日成办。对社会有贡献的这些人，无论说是有宗教信仰或是没有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呢，无论说是佛教徒或是非佛教徒，那也祈愿他们长寿无病，他们的所愿也能够快速的成办。那我们也祈愿一切的国土没有任何的战乱以及起义，那特别是现在疫情呢能够早日的息除。那总之呢，将我们三世所结的一切善根呢，回向给一切有情，祈愿一切有情都能够早日成就佛果位。让别保我记得看吧，当公勇度。猛文殊如实了诸法，大恨普贤菩萨亦如是，未能学从彼等清净学，我将此等善根皆回向，三世一切善事圣者众所作任何殊胜诸回向。一切众善根未行普贤善行皆回向，所有礼善供养佛如来，请佛救助世间转法轮，随喜忏悔等诸妙善根，回向一切众生及佛道，愿此玄日环绕国土中一切利益安乐根源处，观音自在等觉假受尊。即至三有尽，日新显密教法册，善智为生顶上言，智慧礼上师业缘，众生导师愿久住。希愿至尊上师及长寿，精善事业广传十方界，贤惠教法明灯十善地，消除有情黑暗常安住。总之愿令善事皆欢喜，并以获得佛意之广稳。如来圣教遍扬于十方，修行所作妙善皆究竟。吉祥上师愿长寿，偏虚空尽生善乐，自他尽罪而即是快速成就佛果地。父母有情居安乐，一切恶趣何时空？菩萨任神处何处，彼等心愿皆成办。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处，用无住世间，尽除众生苦。我也去念这了，头几节大家谢谢。多谢了。我也去。感恩仁波切，谢谢年长老谢谢师，感恩仁波切，谢谢年长老师，感恩仁波切，感恩年长老师。